我係希望精靈啊！我對未來總係預期最好嘅會出現，我嘅計劃同埋工作都係圍繞住呢種心態，並確認佢係會實現嘅。有希望、樂觀，仲有對未知嘅憧憬，係對未來保持正向觀點嘅最佳群體。預期好嘅事情會發生，覺得我如果夠努力，好事就會實現，以好心情去計劃未來嘅一切，使我嘅生活有明確嘅目標。同學會唔會對每一個上課日都充滿期待，而更積極去預備自己呢？即使唔知道結果係點，同學係咪都會全力以赴去參與比賽啊？無論聽日嘅天氣如何，同學係咪都期待聽日嘅旅行會帶嚟一段美好嘅時光呢？咁你就發現希望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